風水咧去睇家宅裏面嘅夫妻關係嚟講咧，家宅裏面嗰個灶咧就係代表女主人嘅。咁所以如果個灶咧係受克或者損壞嘅話咧，咁啊代表個女主人咧嗰個際遇咧或者佢嗰個健康咧係會出問題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話灶咧就最好就唔好對住個鏡，因為灶係代表女主人。如果你灶對住個鏡嘅話咧，換句話嚟講咧，屋裏面咧就可能會出現第二個女主人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另外咧，我哋都會睇呢個天花板同埋地板。天花板咧就代表男主人，地板咧就代表女主人。咁所以個天花板如果有損壞啊、有剝落嘅話咧，咁啊代表男主人嗰個事業同埋健康會出問題啦。而地板咧，如果地板上面有啲嘅剝落啊，或者係損壞嘅話咧，亦都係代表女主人嗰個健康同埋運程咧係會有影響嘅。